你開始啊！開始。好，黃色3個，紅色4個，藍色2個。哦。錯都唔緊要，你繼續啊！我哋睇翻錄影就知你係錯咗喺邊㗎啦。好，過嚟對答案先。你想問媽媽記唔記得先？黃色3個，紅色4個，藍色2個。1、2、3，開始。藍色1個，紅色2個，黃色3個。OK。簡單嘅一個。黃色3個。紅色2個。咦，啱唔啱啊？子晨。啱唔啱啊？你睇翻片段睇下嘛。睇先。色3個，白色3個。開始。但我唔知係咪咁樣錄喎？呢個。睇下。撳停佢。